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在这儿，你也别想活。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别想吃。给。挺甜的。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声光情，只恋你聆听。明若浮萍，愿从此安定。韩硕现在为了芊芊，韩硕，你和裴恒倒是心疼彼此，互相为对方求情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从前我爱你，敬你，惜你，可是你不值得。韩硕，你敢？我敢啊！而且现在没有人会来挡住我们了。韩硕，我告诉你，强扭的瓜不甜的。甜不甜的，啃一口不就知道了。救命！韩硕，不要！韩硕，你别这样！韩硕，救命！救命！你滚走！韩硕，死茴香憋久了是会死人的。你我是明媒正娶的夫妻，却迟迟没有圆房。也是，我们没有游街，没有祭天，也没有拜堂。我若有命回花园，一定还你。算我倒霉，谁让那天是我抢的亲。我不想你死。我韩硕对天起誓，此生定不负你，否则万箭穿心。少君，我来救你了！啊，我去！幸亏我来得及时啊！韩硕，韩硕，禽兽啊！啊！你快放开我们家少君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去把窗子开大一点，给他通气。去把窗户开大点，给他通气。快点儿！他说药呢？速效救心丸或者是人参含片，吊他命的药呢？药，默默来。这么大一颗，他都晕过去了，想噎死他吗？快！哎呀，这味儿。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可千万不能死！还说啊，幸好。
少城主，怎么了？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你自己睡你自己的，你管我睡不睡？哎，少城主，我有要事向少君禀报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这里不许再有任何人来打扰。好嘞。那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，我们继续。李姬小姐已经上路了，属下按您的吩咐，托随城的红军军照顾她。这个事情有必要跟我讲吗？我跟他玩的很好吗？对呀。千算万算，还是算漏了孟过那阵人马。当初真应该听白吉的，将孟过收为己用。最后还是如你所愿了。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觉得现在我还能活命吗？母女反目，姐妹夺权。花园城主就算是为了脸面，也会将我灭口。我让你活，你就能活。你以为现在我还会信你吗？韩硕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对的感情是真是假吗？我觉得我是个聪明人，但每一次都让我感觉我是自作聪明。无论我想做什么，到最后都会按照你的想法发展。我想什么了？一寸芳烟，勾勒浓淡；一次千金，最怕情牵。晨星之上，花闪转，风雨无畏为流言。醒来的夜半，多少汹涌波澜。一方期盼，纵观浮难，一朝之地，恩怨纠缠，黑白两色且周旋，落字不一回。